哎，二娘子，先别吃了，跟我看看去。哎，这喊什么呢？这是啊！哎呦，钱叔啊，钱叔，二娘子！哎呀，你这鬼哭狼嚎的！哎呀，钱叔，你可来了！这出什么事儿啊？刚才呀，二娘子去吃饭了，我替她看了一会儿门，然后我就睡着了。您猜怎么着？哎呦，这我哪猜得着啊？我做了一个梦。哎呀，栓子，说重点啊！哎，旺财哪儿去了？您听我说完，钱叔，我直接说。我梦见旺财嗷的一声，你猜又怎么着？直接说，直接说！我只见旺财嘴里的饭也被抢了，狗腿也被咬了，好一个惨烈了得呀！来野狗了，野人啊！野人，对，野人在哪儿呢？哎，旺财去哪儿了？钱叔，对不起，我把旺财给忘了。你给我找去！是，我现在就去找，快去！走。你也去啊！快！哎呦，真不让人省心呐，但是饭都吃不好。哎呀，我吃饭去。哎呀，好啊！看咱们这地，皇上封的啊！胡先生，明年咱们还得多雇点佃户啊，工钱可不能亏待人家。侯爷呀，你就放心吧。哎呀，你看咱们这地啊，草连着山，山连着雾，好啊！哎呀，这侯爷是没白当啊，就是给我10个中国银行，20个工商银行，我也不换。中国银行？哦，就是，比方说你把银子存到他那儿，他呢就给你利息，然后他再把你的银子借给别人，他收别人的利息。哦，高利贷。哎，那不一样。侯爷呀，这哪儿不一样啊？高利贷不敢不认账啊。哦，黑高利贷。哎，那4个人干嘛的？是啊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二女，你人拿着刀呢，你胡先生叫二娘子，我这就叫人。哎，算，别跟，你先跟我去吧。哎，二女，站着别动！二女，你们4个干嘛的？你干嘛？你跟人客气点。小的几个是平川过来的，来长安送些高丽女币，不曾想路上逃窜一人。我们兄弟几人正在搜寻，有失礼的地方，大人、夫人，莫要往心里去啊！啊，那找到了就赶紧走呗。没找到啊，平日里看着老老实实的，一个没看住就给跑了。是啊，这辽东啊，苦寒病灾的，这些人呐，过得实在是可怜。好心带他们来京城，买主啊，都是些大户人家，送进去还不是他们自己享福。不是，那天还没黑就赶紧找吧，别明儿找着剩一堆骨头了，这儿狼多。是，小的告退。走。哎呀，这贩卖人口真是说的跟行善积德似的，一套一套的。夫君，外国的女婢进了我朝，独自生活根本没有活路。我倒觉得这几个人说的有几分道理。你别是跟着人家管闲事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快走吧，一会儿真闹狼了。快走，走，同志，咱们回吧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拿着。老四，这些都是你姐夫特意为我设计的，叫做孕妇装。哎，你看看这件怎么样？高端、大气、上档次。哎，我说你都跟谁学的呀？还能跟谁？姐夫呗。还是你姐夫有才情，挺俗的几个词被他组合在一起，就那么的贴切。高端、大气，什么来着？上档次。对，上档次。那都是这样的姐。不行，我再看看。明天可是个重要的日子，我可不能丢了咱们侯府的人。哎，老四，你再看这件怎么样？好，低调、奢华、有内涵。我还是看上这件有档次的了。到底明天谁要来呀？你这么兴师动众的。明天就是云家丫头还款的日子。旺财，你说他哪儿去了？啊，
旺财，旺财！二娘子，这就是那野人。活的，活的，那走吧。走。咱是来找旺财的，你看着这野人干嘛？哦。搭把手，搭把手。哎呀，哎，累死我了！这怎么回事啊，栓子啊？你怎么背个人回来呀？先生，您听我说啊，我跟二娘子去找旺财，好不容易从东头走到南头，从南头又走到西头，从西头又走到北头，从东北头走到了东南头，又从东南头走到了西北头。您猜怎么着？终于在那桃花深处，我找到了这小子。旺财呢？对，哟，旺财呢？哎，那儿回来了！啊！哎！栓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没事，先说。肉还在吧？在。好，好好捆紧了。捆住他！捆紧点儿！绑紧点儿！绑紧点，绑紧点。哟，干嘛呢这？啊？小侯爷，您是要听全活的，还是要听啃节的？啃节了呀？啃节儿。话说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小侯爷。哎呀，那他到底是干嘛的？不知道。哎，小侯爷小心呐，咬人！啊？怎么有股虾皮味儿？哎呦，真死！真死！怎么了？说你是贞子，你还演上了？说，你是流民还是草寇？说。侯爷，这好像是一个高丽女子啊。高丽女子？你怎么知道？小侯爷，老夫家中的小妾也正好是出自高丽。小妾啊，高丽，口里擦了米丝哟。那汉话会说吗？那怎么没反应啊？给他封穴了。解开，快！问你呢，会不会说话？哎呦！钱叔，怎么样了？啊，身上无大碍，只是皮肉伤。哦，那怎么还没醒过来啊？这个，夫君，这个就是逃跑的高丽女婢呀。应该就是他吧。夫君，那我们要如何处置这个高丽女子？是啊，如何处置呢？既然还没有主家，又自己找上门来，就没有送出去的道理。夫君的意思呢？夫人的意思是说想留下。对啊。可是这高丽女子野性难驯，语言不通，怕是不好调教啊。这哪有天生就调教好的下人？开始性子是野了些，慢慢的也就老实了。这关键就在于一个字：打。打到他没了野性，懂了汉话，学会了规矩为止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注意言辞啊！这打是不行的，要讲究方法。当然了，这打也不是我打，
得给他找一个又狠又贼的主子。那要找谁来管呢？夫君，快来帮我看看，是这件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配我，还是这件低调奢华有内涵的配我？啊，夫人这些衣服穿在别人身上，那就是装模作样、绿茶婊、低端粗俗、水节操；可穿在夫人身上，那全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、低调奢华有内涵。夫君好有修养啊！哎呀，夫人的肚子又大了，来，我听听。没正经。爸爸，爸爸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动了，真的啊动了，你摸，哎，真的动嘞！啊，我要当爹啦！夫君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我终于可以为你王家延续香火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怕有负担。我必须告诉你，你听着，我是个汉子。我告诉你，我跟女人有肌肤之亲了。就是高丽那个女子，那天我背她的时候，她记不记得肌肤之亲？现在想起来，我回味无穷。栓子，你和谁有肌肤之亲啊？不是，没有，和二娘子有肌肤之亲了。你们两个人有病吧？回见，慢点啊！真有病。两位，云姑娘，麻烦通报一声，就说云家姑娘来访。好嘞，您稍等。妹妹，姐姐夫家规矩多，妹妹莫怪。姐姐，这说的是哪里话呀？姐夫家是堂堂侯爵大人，地位显赫，规矩自然多了。想当年姐姐在娘家的时候，规矩就没这么多。妹妹，最近庄上收成可好？回姐姐的话，今年收成应该不会差。那就好，这样云家的债也就能还上了。哦，对了，妹妹，你不说我还忘了，今天可就是还款的日子了。姐姐真是持家的一把好手啊！何以见得？您这借条啊，都能随时带在身上。王家虽然家大业大，但也经不起那些不守信用的老赖们折腾，所以这欠条都得随身携带。姐姐不用话里话外的挤兑我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事儿，定了的契约不遵守，毫无信誉可言的话，又何以为人？虽然妹妹是一介弱女子，但是我也懂得这个道理。妹妹说的哪里话，姐姐可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妹妹这么讲信用的话，那姐姐也只好公事公办，不讲情面了。今天就是还款的日子，请问妹妹，这钱你带来没有啊？没有。那么按照约定，如若还不上全数借款，以地契为抵押。姐姐，地契在此。小云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姐夫啊，我已经来了有些时候了，这就要走了。这就走了？不是，没什么事儿，在家吃口饭吧。我让厨房给你烧几个好菜。不用了，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还钱的事儿，现在已经和姐姐商量好了，那就不便打扰了。啊，那行，既然你不饿，那就不留你了啊。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不高兴了？这，啊？云家这个死丫头憋得一肚子坏水，气死我了！
他怎么又气着你？刚才我在门口碰见他了，他说是来还债的呀。本来我想着他一定还不上钱，我好借机羞辱他一番，然后再多要些利息的钱。可谁知道他一上来就把地契给我亮上来了。不，那你怎么反倒不高兴了呢？夫人，你不是最喜欢地了吗？人家给咱们地契，咱们就赚了呀。夫君，借他云家钱的是你王家，不是我陈家。这外人要是知道王家为了欠款的事情收了云家的地契，夫君的名节一定会受损。云家丫头一定是知道这一点，才有恃无恐。哦，想当初他云家丫头借钱的时候，点着名的要问王家借，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有此深意。哎呀，夫人，你可能是想多了啊！别生气，别生气。这样，你说咱们吧，也不着急用钱，不如咱们就宽限人家几日吧。不是，你说，你看人家家之前遭了那么大的灾，她一个丫头带着2个弟弟能挺过来，也怪不容易的，是不是？啊？不行，我憋不下这口气。哎呦，别生气，别生什么气呀！别气坏了肚子，气坏了我儿子啊！哎呀，不行，我出去走走，家里太闷了。那你当心点啊！你，哎，来，过来，这儿，对，来，你把这个放下，拿着，来，拿着，拿厨房去，拿厨房。哎，我说让你拿厨房去，你听不懂吗？就厨房，这事儿女人干不了，还得汉子干。拿来，有劲儿，我真他妈有劲儿。栓子，你干嘛？你帮他提水，你不帮我提，你香。不是小蝶，哎，小蝶，你也别愣着，这水我帮你提到厨房啊。有劲儿，我真他妈有劲儿。二夫人，我觉得这个达来怎么了？我觉得这个达来它不简单。你们下人之间争风吃醋，就不要跟我说了。我现在可是二夫人，没空管你们这些闲事。是二夫人，小蝶明白。明白了就下去吧。是。哎，可是二夫人，今天早晨我看见小侯爷笑嘻嘻的。夫君心情好，在自己家笑有什么奇怪的？但是不远处可站着达来。哦，二夫人，我觉得可能是小蝶多心了，你就不用理我了。小蝶告退。等等，真是个标致的女子，只可惜你一句汉话也不会说，就知道叫达来。二夫人在夸你呢，你要说谢谢二夫人。谁夸她了？你听过哪个女人夸别的女人漂亮是真心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在侯府里，你要敢勾勾搭搭的，小心我打断你的腿。二夫人在提点你呢，你要说谢谢二夫人。二夫人，她好像一句话都听不懂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看来要找人示范才行。小蝶，去打桶水来。好。打水，提起来啊。哦。这个就叫打水。打水。不错。小蝶，去扫地。是。这个呢叫扫地。扫地。小蝶，等等，那块先别扫。哦。这个叫扫不干净。扫不干净。小蝶，过来。扫不干净呢，就要被这样，懂了吗？小蝶啊，你从那边走过来，然后不小心把水桶踢翻。这个夫人，我觉得这个达来他肯定懂，就不用做示范了吧？
是。主家踢翻了水桶，也要被这样，因为你没有做到未雨绸缪。万一我不小心摔倒了怎么办啊？懂了吗？很好，这些呢做不好就要受罚，但是还有很多事情，如果你做得太好了，可就不是受罚这么简单了。小蝶，给达来抛个媚眼儿。让你抛媚眼，谁让你一脸痛苦的样子了？快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云家这个死丫头，古灵精怪的，我还就不相信我治不了你！哼！我的孩子呢？夫人，孩子没了。我的孩子！站起来！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